高雄警方一日阻挡8件诈骗案，而且发现到新的诈骗部署，就是甲民众摕保单去借钱，或者是将保单解约换现金，再去甲诈骗集团投资买物件等等。加在寿险公司有赶紧通报，才阻挡民众受骗。另外，伫咧台中嘛有掠到诈骗集团是假做国际快递公司的客服人员，伫咧拐骗印度的民众。 警察去人寿公司发现民众要甲新台票保单摕来借钱，也是解约换现金，就紧提醒民众设立哄骗器。今日警察就收到4间人寿公司通报解约有异常，冻起来金额哇900万。12日一天就有上述2家保险公司通报异常解约事件，警方到场后成功拦阻民众遭诈金额896万余元。 同款伫3月12日，新兴分局接到银行通报，一日就砸8件诈骗案落来，假投资占上济。警察提醒讲，过去诈骗集团骗民众解除银行的定存，领现金免缴也是转钱。最近锁定保单解除了后，也通领现金的民众，鼓吹对方保单借钱，也是解约换现金来投资，呼吁民众一定要设立。 调查人员落门入去，抓到诈骗集团伫咧台中市洲际棒球场边的机房。这个集团骗印度人讲寄出去的包裹有问题，恐惊牵涉犯罪，就要交钱到指定的口座接受调查。 假借知名的快递商 FedEx 及司法人员的名义，向印度地区的人民诈骗那我们专案组人员是费尽心力才找到1名热心的印度裔的民众，帮我们破译了他们诈骗的对话。 集团主嫌则因为诈骗案坐监，出狱了后继续犯案。调查局提醒民众，诈骗集团出头真济，接到催婚的电话就要设立。公司新闻综合报道。